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1月3日至2025年11月7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喺最近嘅市場動態入面，雖然聯儲局已經實施減息，但主席鮑威爾嘅言論就偏向鷹派，投資者要密切留意佢對股市嘅潛在影響。中國嘅15-5規劃重新強調以經濟建設為核心，聚焦高質量發展同科技自立自強，並且要求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，推行更加積極嘅財政同貨幣政策。呢啲措施有望為資本市場注入長期穩定嘅預期，支撐股市回穩。中美元首會晤達成初步共識，雖然內地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低過預期，令恒生指數一度失守20天線，但整體市場喺高位回調之後進入盤整階段，相比之前低位急升。目前香港股市已經轉向慢牛格局，短期內唔容易出現大幅波動，預計以穩定緩升為主。上星期科技股回落拖累大市跌穿26,000點，本星期則有反彈機會，顯示市場仍然有一定韌性。雖然中美關係有所改善，預料下星期大市有反覆上升空間，但本星期兩大利好消息已經兌現，效果卻不如預期。恒指回落至26,000點附近尋找支持，顯示潛在反彈動能有限。大市目前受制於20天線，如果進一步跌穿10天或者50天線，就會確認調整趨勢延續。港股仍然處於整固期，唔排除有溫和下跌嘅可能。中美會議結束之後，市場出現獲利沽售，後市可能進入調整階段。聯儲局按預期減息25基點，但會後聲明暗示12月可能暫停減息，要到明年1月先恢復。呢個被視為鷹派信號，引發股市短期調整。週初連續下跌，全星期走勢偏弱，短期缺乏新利好因素，可能導致大市再度探底。雖然中美已經達成協議，但未達到最終和解。港股走勢仍然要睇中資科技股業績，如果冇驚喜，市場可能再次陷入震盪局面。受到外圍美股回吐影響，港股向下整固並且探底測試支持位。中美貿易會議結束之後，市場需要消化消息，短期缺乏明確方向。雖然有協議存在，但對中國嚟講並唔特別有利，加上最新採購經理指數未達理想，加速恒指跌勢，跌穿26,000點水平。預計後市仍有機會進一步調整，投資者要注意風險管理。上星期恒指連續跌穿多條移動平均線，下試25,300點支持，反映技術面壓力增大。呢啲負面因素雖然帶嚟短期挑戰，但亦可能為反彈鋪路，特別係如果中美關係持續向好，或者科技股業績好過預期，都有望緩解調整壓力。整體嚟講，香港股市目前處於過渡期，正面因素例如政策加力同國際共識提供長期支撐，而負面因素就包括數據疲弱同鷹派貨幣政策，導致短期波動。市場由急升轉為慢牛，預期以穩定為主，但仍需警惕調整風險。投資者可以關注科技股走勢同宏觀數據更新，避免過度樂觀或悲觀。如果之後有更多積極政策出台，或者中美關係進一步穩定，港股有望維持緩升走勢。相反，如果利好因素兌現不足，就可能延續整固。建議投資者分散持倉，留意關鍵技術線位，以應對市場不確定性。